7月，丹那市丰泰是省长一寡家己台南的通讯设备造成灾区无信号，为着避免同款的情形搁再发生 ，NCC 是提出灾害万有要点的草案，预计这礼拜会当公布。丹那市丰泰7月初为假期定量，造成嘉南部分地区的行动通讯设施严重受损，连带影响信号。NCC 邀请业者启动灾害漫游，改善通讯情形。NCC 代理主委陈宗书日7到日耳备询，强调已经甲内政部等单位开会，而且参考美国、日本的做法，7月底开始研究灾害漫游要点草案。8月份第一次启动漫游到现在，那我们已经把它完成了。那我后续会跟业者来密切来配合，所需要再修正调整的地方，我们会持续来修正。伊强调，作业要点已经伫顶礼拜签出，这礼拜应该应对外公布。民进党立委是关心，是否规划灾害进前，首先申请灾害漫游的应用机制。在灾害前就有评估说灾害的范围来做预先的一个申请。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参考美国的一些做法，大概都是比较是属于事后机制没有办法说事前说我就是要漫游。国民党立委是强调，对即马提名四个竞选一定的公正审查，也烦恼即马 NCC 委员所报告无法度推动的问题。业务没有办法运作，换照时间到了要换照，没有办法做。然后一直跟我们讲是说，哇，视听大众的权益很重要。委员的组成是多元，我们希望越多元的组成对这个会的当然就是多元。人的想法其实都跟业界的想法一样，希望 NCC 能够正常的早日正常的一些运作。陈宗书表示，目前对业界甲消费者部分影响到电视频道的上下架，要有广播电视的频监换照，差不多有100控制的换照限，年底会到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